漢朝嘅楊寶喺佢9歲嘅時候，見到一隻黃雀被一隻兇猛嘅大貓頭鷹咬傷，跌咗落地。結果呢隻受傷嘅黃雀跌落喺地上，又被好多嘅螞蟻圍困住。楊寶就趕快嘅將黃雀救起嚟，放喺一個箱子裏邊保護佢，而且仲用黃花餵養黃雀添。等到黃雀嘅傷養好之後，楊寶就將佢放走啦。有一日挨晚，有一位身着黃色衣服嘅童子嚟向楊寶拜謝。黃衣童子話：我係西王母嘅使者，喺我前往蓬萊嘅路上，經過呢度嘅時候，遭遇到災難，好彩被你所救助。為咗感謝你嘅救命之恩，我將呢4個玉環贈送俾你，佢能夠使你嘅子孫將來做官都能夠做到3公最高嘅地位，而且佢哋嘅品德操守就同呢一啲玉環一樣咁潔白。呢個黃衣童子講完之後就唔見咗啦。後來楊寶生咗楊震，楊震生咗楊炳，楊炳生咗楊熾，楊熾又生咗楊彪，一共係祖孫4代，全部都做官做到咗3公，而且品德操守都係非常嘅清白。喺當時確實係冇人能夠同佢哋相比嘅。我哋再嚟聽一個故事。沈萬三係明朝人，有一次佢見到有人攞住幾百隻嘅青蛙，而且準備馬上就將呢啲青蛙殺死。沈萬三唔忍心見到呢啲青蛙被殺，於是就用錢將呢啲青蛙全部都買咗落嚟，放喺池塘裏邊，使佢哋能夠悠遊自在咁生活。有一日，沈萬三經過池塘旁邊，佢見到一大堆嘅青蛙圍住圓圈，企喺一個瓦盤上邊，呱呱咁叫，好似喺度講：沈萬三啊，沈萬三，瓦盤請你帶翻屋企啦。於是沈萬三就將呢個瓦盤帶咗翻屋企做灌洗嘅用具。有一次，佢用瓦盤洗手嘅時候，戴喺手上嘅戒指唔小心跌咗落個瓦盤裏邊，直到咗第2日嘅朝早，佢先至發現，於是就喺瓦盤裏邊揾戒指啦。呢個時候，沈萬三突然發現整個瓦盤裏邊都係戒指噃。沈萬三非常嘅驚奇，於是佢就用金銀放喺瓦盤裏邊試下啦。結果整個瓦盤裏邊都係金同銀。原來呢個瓦盤就係所謂嘅聚寶盤啦。因此沈萬三嘅財富富可敵國，冇人能夠比得上佢。